义务役当去变作是一年了后头一批今仔日入伍，就拄入伍的新兵表示讲，虽然这疫情有疫期有调整，但是伊这国民的身份是爱真的义务，因是甘愿接受。身份也对本地5礼拜延长到8礼拜，未来分配去到部队会以守备部队为主，不过也是爱参与亲像汉光演习这款的联检训练。 路游览车都望体温做检疫，头一批1年期义务役的阿兵哥，25去北部206里，南部203里，中部302里，也就是成功岭报道，按算征集670个人。新兵入伍，嘛要接受掠毒犬的安检，确认无载违禁品，出来开始剃头。剃刀为头壳顶剃落，若是甲头毛剪掉，嘛上定正式由民转军。伫服役的期间，爱有军人的职责。 这是我应尽的义务，所以说既然今天国家的政策改变为1年的话，那我就心甘情愿接受。来到神功岭之后，就是发现这边真的都很井然有序，然后长官也没有说像之前听前辈说的这么恐怖。即马疫期调整，身份嘛为5礼拜延长到8礼拜，分4个阶段，互新兵还会实施基本检测。分发落部队了后，会互役男偷偷完成驻地、专精甲基地训练。 参与亲像汉光演习等等的连接训练，不过外界指期讲，疫期延长，薪水却是比基本工资较低。军方表示，治兵的薪水包括本薪、专业加级，提升到21350块，一兵的是23140块，加上其他的项目已经超过基本工资。另外包含健保、军保以及主副食费跟提拨退休金，已经提升到29000余元。 已经超越了基本工资。根据国防部的规划，1年期的义务役以分发守备部队为主，部分的役男会当照专长或者是志愿去组建部队服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